普天的着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来呼叫，恁着乐意侍奉摇花，着来用伊唱歌。恁着知摇花是神，咱是伊做的，也是属于伊的。咱是伊的民，也是伊草场的羊。咱吟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咱同心来祈祷，至高的主，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蒙恩的阮来到你圣殿，我们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也要伫遮临做阮无意中所犯的，将一切祈祷伫主面前。阮伫遮为新就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献上感恩。伊的家族虽然是不教徒，伊是矿工的囝，囡仔细汉的时有惊兄受绑票惊兄的记忆。主啊，但是我知最近伊常常踏入圣殿敬拜，伫安静中悄悄智慧，听智慧人所讲的话。有望上水，希望三随。后边总统这句话伫伊的心内，所以讲出我是台独。我虽然亲中国，但是搁较爱台湾。就任了后，智慧的出发，提升军工到3%的薪资，基本工资调升5%，特别派专人甲企业界面谈，知因的需要，帮因开拓漏点伫台湾的军区，制定治理国家相关的政策，正做蔡总统和平治理台湾这个国家好的帮手。主啊，虚化的世界人用伊互歹引诱，行入邪恶失定的道路，亲像北韩的金正恩随意发射导弹、氢弹、核弹，那囡仔在耍佚佗物，完全无顾虑家己国家百姓的生死，也无惊世界各国的抗争。但是伫阮台湾有指三神教，教主妙禅本身有糖尿病。
每摆到中区边，副院长就陪伊到南口中区来看病，开2000万的轿车行贵宾的门，到泌尿科医生遐看诊提药。2004年，伊对外发布，伊已经收到正笔，换手伫会员身上，病就得医治。政商名流贡献金钱名车，但是讲家己是笔破病，也是需要人开的药来控制。9月24日，中国来的统一促进党伫台大校园公然用武器拍学生流血，因为因抗争中国新歌声无应该伫学生运动的体育场表演。张安乐伫电视媒体安尼讲，拍人算啥物？杀人都有可能。主要我毋知邪恶的灵伫遮个人身上未晓恐吓百姓，但我要将现在阮看会见的歹摆咧伫主你面前，照因所行的来向法因。因为主你有大权能的气力，通为台湾百姓来征战，拄起遮个歹。早起四牧师引用的圣经，浪子的譬喻，题目是倒来厝的季节。是主啊，有时阮袂是行家己的路，阮以为家己真敖真富有，有一天发现亲像浪子失去所有。主啊，伫软弱无力的时，阮早前离开主、离开教会，但是伫每一个季节，特别是即摆中秋，看见别人在享受合家平安快乐的画面，我要倒来主的家、主的家条件主。阮中间兄弟姊妹厝内有40病痛失业的，阮因为祈祷伫主你面前，阮知主神圣不变的疼。要赦免阮、医治阮、接纳阮，亲像浪子的老爸。等阮倒来，等阮完全的交托。主啊，牵阮的手入主的大家庭，托住阮有气力面对头前一切挑战。祈祷中为教会会友、牧师、长职献上感恩的祭。主啊，加载有你。10月22、29，教会长职选举，阮心安静。因为长职的职是主你家己拣选，照主的旨意行伫欢喜侍奉的人的成就。安尼祈祷无完全，我要伫遮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开声祈祷。阮伫天的爸，你的国力，你的旨意一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的赦免。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伊个歹。愿能永根，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要来启用圣诗后面第30页第20篇。我来启，请咱来用。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着用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摇花做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
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装他敬畏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掣。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咱个吟圣诗是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赞美妇女合唱团，我知一切安排。
感谢妇女合唱团，带咱伫主面前知主一切安排。这是咱要读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5章，咱要对11节读到第24。现代译本124页，台语汉译本88页。我来读。11节，耶稣阁讲，一个人有2个囝，细囝对老爸讲：“老爸啊，请你将我用得的家业分予我。”伊老爸就将产业分予伊。过了无偌久，囡仔就将一切所有的过了无偌久，伊老爸的资产带出去的，拢散了了。细囝就甲一切所有的，抱歉哈。过了无偌久，细囝就将一切所有的拢收拾起来，远远的所在去，伫遐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耗尽一切所有的，搁拄到遐有机远就散乡。伊去投靠迄所在一个人，迄人找伊去产业饲猪，伊分袂伫家己食猪所食的豆果，但是无人互伊。伊醒悟过来就讲：“我的爸有偌济国工，到烤牛有剩。”我反正伫遮枵死嘛，我要起来到我爸遐，伊讲：“爸啊，我得罪主，搁得罪你。对打以后，我袂堪地成做你的囝，将我当做请工，就安尼起来，伊老爸遐去。3日也远，老爸看见就动了诛心，走去抱伊盐滚，连甲伊亲真喙。囝讲：“爸啊，我得罪你，得罪天，也得罪你。对打以后，我袂堪地成做你的囝。”老爸却吩咐仆人讲：“将迄上好的外衫摕来，家己穿，将手指来套伫伊的枕头啊，将鞋穿伫伊的骹，将迄个肥的牛啊砍来抬，咱通食、啉快乐。因为我即个囝对死搁活，死失去搁得到的，因就快乐起来，歹势。好，咱即个时，四牧师的信息，转来厝的季节，咱请四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顶礼拜拜三，咱才过了中秋节。讲到中秋，咱拢会想到一句话，讲中秋月圆人团圆。毋知大家是毋是有伫中秋节有甲厝里的人做伙团圆？若袂的，感谢上帝。咱阁有2天半的时连续休困，请咱把握机会，甲厝里的人团圆。讲到团圆，就是大家倒转去厝，也就是回家，甲厝里的人做伙。回家用台湾话讲，有转到厝、转去厝，啊，阁转来厝，拢有无同的意思。伫圣经中上有名的回家的故事，一定会受到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非常生动佮感动人的譬喻，也是大家拢真熟的一个故事。今仔早起，牧师要用《回家的季节》这个题目，甲大家加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咱做伙来祈祷。
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主日的时，用你的疼去引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阮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互阮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互信心做工，通过你的话，带互阮帮助。主，求你来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满满。感谢上帝，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每一届若是过年过节，或者是连续休假，咱拢会看到大家拢想尽办法，快到要死，嘛要赶转去厝呢。兄弟姊妹，请问大家为什么要转去厝呢？转到厝有啥物好呢？今仔日，互咱通过龙主转到厝的故事，咱做伙来思想：转到厝有啥物好？转到厝有啥物问题？转到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躯穿衫，得温暖，有名分。这个衫通代表老爸疼的温暖。伫圣经中的龙主，伊经过甲伊的老爸分家伙离开厝远远，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伊开了所有的财产，到啥物拢无的地步。当伊走投无路，亲像无厝通住的流浪汉的时，伊想着伊所离开的迄个厝，伫伊内心就真侪争战甲冲突。伫伊经过天人交战了后，路加福音15章18节有讲，伊醒悟就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得罪你，但我袂堪得做你的囝。了后，伊就起来，转去厝找伊的老爸。圣经继续甲咱讲，伫伊还袂进入厝进前，伊的老爸远远就看见伊。抱着毋甘激动的心，刷着伊的骹步，伊走去，伸出伊的双手，甲伊揽掉，搁安那直直甲伊亲。各位，真诶拢无法度去表达老爸看见囝倒转来厝的迄个欢喜。所以老爸搁吩咐罗伯讲，紧紧摕上好的衫来互伊穿。对不起，紧紧摕上好的衫来互伊穿。这个上好的衫，就代表着老爸疼的温暖。各位，咱会当想象，一般的流浪汉，大概要伫春天、热天或者是秋天，要伫外口找一个休困的所在。因为迄款的天气，对伫流浪汉来讲，伫外口还阁是有雾茫，游园是会当生存。所以我想，圣经中的龙主，伊应该是伫冬天倒转去厝的。当一切拢到无雾茫的时，假使即个时间伊阁毋转去，留伫外口毋是饿死，就是寒死。对龙主，当龙主阁枵阁寒，转到厝内，老爸为伊备办上好的衫，紧紧摕来互伊穿。将老爸对囝儿疼的温暖表达到真完全。上好的衫，也代表穿的人的地位甲名分。咱若用现代话来讲，就好亲像是制服同款。所以无同职业职分，就有无同的清差。咱只要看一个人穿啥物，大概会当约出伊的职业甲身份是啥物。亲像咱伫教会看到穿即款衫的人，你会讲伊是啥物人？牧师。你到病院看到穿长的衫的白色的衫，你会讲啥物人？医生。就是安尼。所以伫圣经中，若是穿着紫色的衫的人，就代表伊是财主、好野人；若是穿着以弗得进入至圣所来服侍上帝的人，就代表伊是大祭司。相反，咱的主任牧师也要穿着牧师的大礼服来主理圣餐或者是洗礼，这款重要的圣礼典。各位，
当龙主伫外口，啥物拢无的时，伊无任何的身份甲地位，伊伫人的眼中，伊就是个无名氏，无人看重伊。总是当伊一转到厝，老爸就将伊囝儿的衫穿伫伊的身躯的时，伊无需要做啥物，也无需要去争取啥物，伊马上对无名氏变做有尊贵地位、甲有囝儿身份的人。搁较重要的是，即上好的衫，搁较是表明耶稣基督诚做亚看咱的罪过的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有讲：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袍甲我抹。亲爱兄弟姊妹，咱诚做基督徒，毋是因为咱做了啥物真伟大的大代志，这是因为咱亲像龙主同款，愿意转到上帝厝，上帝就用基督耶稣的宝血，诚做公义的衫，甲咱穿，而且也看咱的罪过，互咱恢复囝儿的地位甲名分。转到厝的第二个文典，就是手指头挂手指，得尊贵有权柄。龙主一转到厝，老爸大声欢呼，将迄上好的衫紧紧摕来互伊穿。煞接就是将手指挂伫伊的手指头挂手指是代表身份的尊贵。旧约圣经创世纪41章42节有记载，当约瑟诚做埃及宰相的时，法老将伊手内最印的手指脱落来，挂伫约瑟的手指头派伊去管理埃及全队。或者是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第2节嘛记载，亚哈水鲁王也捌烫家己的手指，互末底改，派末底改去管理哈曼的产业。因为当时的手指差不多拢是用黄金做的，伫古早黄金是真稀罕的物件，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有。另外，挂手指也代表有权柄。伫古早，手指除了做身份地位的象征以外，也代表得到权柄。因为古早的皇帝所挂的手指，就亲像是一个印记，也是玉玺。所以用现代话来讲，就亲像是印鉴、印章同款。印鉴就代表得到合法的权柄。我的妈妈今年91岁，我妈妈今年91岁，伫4当前，伊第一届跋倒治疗了后，其实算恢复到真好。总是因为年纪大，无注意嘛是会跋倒几啊遍。直到即马，伊若是要出外，上好是坐轮椅较方便。所以咱会当想象，伊要出外的机会毋是真济。每一摆我若转去厝里，差不多拢爱塞轮椅，甲伊去菜市仔买菜。买菜了后，有时伊也真爱我帮伊去银行去领钱。特别是热天，虽然伊也想要趁机会出外行行的，但是伊阁体贴，惊我伤忝伤热，所以有时伊爱我家己一个人去。各位知影，亲像阮妈妈即种年纪的老大人，伊较无惯使用提款卡，所以我妈妈会将伊的存款簿甲伊的印鉴交互我。虽然我妈妈无甲我做伙去领钱，但是因为我有伊的印鉴，这也代表我妈妈互我一个合法的权柄，所以我会当真顺利将钱对伊的口座来领出来。各位，做一个基督徒，手指是啥物意思？
手指就是上帝予基督徒的记号，就是信心的记号。手指是天父上帝予咱的，所以这是上帝的记号。今仔日一个新娘，伊挂了手指，伊就假做新郎的人，是属于新郎的。相反，咱挂了上帝的手指，咱就属于上帝。所以挂手指，也就是讲，信心做了咱的记号，这是永远的记号。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伊嫁予非基督徒的医生，了后伊就毋捌到教会去啊。有一摆，伊就甲朋友做伙出外去旅游，伫旅馆的房间内，有人就提伊：咱做伙来耍碟仙。总是不管用安怎耍，拢无法度耍。所以其中就有人讲：咱中间到底什么人是基督徒啊？无哪会无法度耍碟仙？这个姊妹伊的心内突然切一下，心内就想：我离开教会已经真久啊，我家己差不多拢袂记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上帝伊却一直拢无袂记得我。了后，这个姊妹伊阁转到教会。是啊，上帝予咱的记号是永远拢袂无去的。亲兄弟姊妹，如果手指是基督的记号、上帝的记号、信心的记号，但是这要安怎运用伫咱的心中，显出咱的属灵的记号呢？伫咱的生活中，要安怎通证明信心伫咱的身躯有记号？这记号要安怎表明出来？兄弟姊妹，只要咱做任何代志的时，咱表现出一种属于基督的香味，这就是信心的记号。这也表明咱的手指头啊顶悬有挂着上帝的手指。若是咱得救了后，却无将信心的记号表明出来，迄就是讲咱无挂着上帝的手指。手指有约束的意思，咱无挂手指，就表明咱无顺服信心的约束。一个基督徒应当顺服信心的约束甲管制。咱若顺服约束管制，咱就会当显出信心的记号，互别人一看就知影咱是基督徒。也就是讲，基督徒伫伊的生活顶悬，应该互人看出迄个信心的记号。以弗所书第1章13节到14节有讲：恁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迄叫恁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伊，就接受所应允的信心做应记。这信心是咱信接基督的凭据，直到上帝的子民受救赎，互伊的荣光得到呵乐。转到厝的第三个恩典，就是脚穿鞋仔，有保护，得保护，有自由。龙主一转到厝，毋但身躯有衫，手有手指，也阁脚也阁有鞋仔。咱拢知鞋仔有保护双脚甲行路的作用。鞋仔嘛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互人甲污秽土地来分开。伫龙主要倒转去厝的过程中，伊的每一个脚步，拢是甲污秽土地连做伙，是甲世界分袂开的。总是到老爸的厝，鞋仔一个穿，龙主就甲污秽土地分开啊。今仔日一个人得救，毋但是有救赎恩典的衫，有属上帝的记号，而且还阁爱对污秽土地来分开，
就是对世界爱分别出来。各位，咱拢已经得救啊！请问，即马咱是脱赤脚，还是已经穿鞋啊？亲像挂手指同款，咱是对世界分别出来，伫生活举止顶悬是甲世界无共的。所以穿鞋啊，毋但互人的脚会当安全来行路，也会互人甲污秽土地分开，对打以后行伫正路。穿鞋啊，也是自由的记号。伫古早的奴隶甲奴仆，因是无鞋啊通穿，这代表奴隶奴仆因是受约束、无自由的。只有主人的囝儿名分的人，才有鞋啊通穿，这就是自由的记号。当以色列人因伫埃及做奴隶的时，无自由，上帝要互因自由，要带因出埃及。伫圣经中出埃及记12章11节有记载，上主讲：着赶紧食，腰下大，脚穿鞋，手也拐啊，这是上主的跋过节。各位，龙主一转到厝，脚就有鞋啊通穿，得到自由。脚穿鞋啊，搁较是代表认罪悔改罪人，得到福音的稳定，也得到真理的自由，无搁受到世界罪恶的限制，会当伫世界中分别做成。转到厝的第4个稳定，就是做伙祭祷，得归属有关系。老爸毋但为着转到厝的龙主，互伊身躯穿衫，手挂手指，脚穿鞋啊，搁吩咐奴仆，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通啉食欢喜。大仙做伙祭祷所享受的，就是丰盛的宴席甲饱足。做伙祭祷，相时也是代表建立关系，甲有归属。即马的过年过节，大家要聚餐真容易，可能敲一通电话，订一间餐厅就解决。但是当我细汉的时，我的妈妈，伊可能爱伫过年前1-2个月，就要开始无闲，要准备灌烟肠、拍烟肠，开始无用东无用西，来准备过年的物件。这大费周章的准备，就是为着要转来看阿嬷的阿伯、阿姐甲阿姑因的全家会当招待因。当所有的亲戚聚集做伙，会当大家做伙坐倒食饭，是真幸福的。因为我的爸母拢是将准备好一切食物，拢摕来招待转来厝的亲戚，互大家会当做伙联系美好的关系。各位，龙主伫外口枵餓流浪的时，当伊要摕迄个猪所要食的食物来食的时，嘛拢无人摕物件互伊。总是当伊转到老爸厝，老爸却为伊抬肥的牛仔，毋但接纳伊，甲伊斗阵啉食享受，搁较重要的是，搁一摆将彼此的关系重新结连起来。做伙祭祷，也表示享受伫上帝厝内丰盛的宴席，就是领受伫基督内逐项属灵的福气。上帝救恩毋但只是得救，毋但只是伫表面，互咱的身躯有衫通穿，搁较是要互咱的心灵内面得到饱足，甲上帝结连有美好的关系。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救赎咱的性命，而且互耶稣基督食做咱性命的绵羊，互咱得到属灵的福气，有气力行头前的路。
以弗所书第1章第30节有讲：感谢咱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因为伊照着基督，将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授赐予咱。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回家的季节”。回家的季节是要提醒咱，当咱享受伫连续休假，甲厝里的人团圆的时，伫上帝的厝的外面，还阁有偌济的心灵是因为寂寞、孤单、受伤，还阁伫流浪的。还阁有偌济人是因为无认捌耶稣基督，还阁伫外口伫悄找。天父上帝今仔日要阁一摆邀请咱斗阵转来厝内，也要邀请咱甲伊做伙坐倒，就亲像咱的教会每个月的第1个主日所举行的圣餐同款。各位，请咱阁一摆将家己带转来上帝的厝，也就是咱的双连教会。也阁要邀请还阁伫上帝的厝的外口伫流浪的人，转来厝内，甲听咱的天父上帝做伙坐倒，做伙啉食，享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也要伫上帝的厝，咱的双连教会得到归属，加做属灵的大家庭。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在等待你，转来厝内。今仔日就是回家的季节，转来吧。听咱的天父，伊在等待你，伊要亲自为你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与你坐上桌子，伫上帝厝内享受团圆。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当阮抑阁是罪人的时，你就听阮、救赎阮，互耶稣基督牺牲流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转到你的面前。主上帝，感谢你，阁一摆带阮倒转你的厝。互阮会当享受甲你做伙坐倒，做伙啉食，做伙领受你的恩典甲丰盛的恩赦。主嘛，恳求你帮助阮，毋那只是享受，阮嘛要亲像你同款，会当诚做邀请别人转到上帝厝里的人。主，互阮会当做伙转来，甲主做伙团圆。主，你帮助阮，通过阮所领受的，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求主你亲自带领、引带，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亲自帮助阮。主啊，阮阁一摆要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牧师引用的圣经甲传达的信息，我有一个感受：咱拢是福气的人，今仔日才会当组织伫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咱每礼拜都要为着这个事来感谢。后来咱吟圣诗433首。歹势，我拄国外转来感冒还袂好，所以今日一点仔出册。433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请起立。
请坐。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台湾神学院新的学生，要来伫即个所在，甲咱请安，搁献诗，希望咱永永远远鼓舞咱家己的神学院。心内双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要属伫因；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者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爱慕公义且如饥如渴，有福了。
和平使者有福了，因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他们有福了，有福了。愿上帝祝福因读书无拄到困难，经费无减少安尼，所以学费拢会当缴。谢谢。咱要奉献大先，我先咱新朋友伫外口无伫爱望填写的，请恁写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新朋友到礼拜煞会当伫贵宾室，阮爱望来招待恁，咱来奉献。三角来祈祷，拜上帝，阮蒙恩的人，阮的信内面有一项，阮就是爱关怀教会所咧做一切圣工，特别是关怀市中的朋友，关怀西罗亚诗班，关怀所有阮做会到的这个事。阮用淡薄钱来奉献，愿你来感染，阮需要主你的祝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奖学金，请师牧师。即时咱要来颁发奖学金，因为这个细囝因伫功课顶悬嘛真努力，搁较重要，因是伫教会，拢有真好的出色甲表现吼。所以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咱要来颁发奖学金吼。同学，曹昌福，高一组穆奇，蔡穆奇。彰显教会关心，再接再厉，希望明年还会看到你们。我做简单的报告，因为咱的时间较长去吼。超过时间的时阵，请恁游玩来安静心，倒入电乐吼。社会报告第5条第5面，经过2017年第7次7个定期的小会议决通过，定伫即个月10月22日临时会会第2次的临时会会中要举行中级长老改选10月29是第3次临时会员会会要举行执事改选，有照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长老执事提名的推荐办法，伫9月17日、9月24日伫教会10楼公布中级选举以及通参加选举在职的陪参会员。我知影有寄批，会寄批予咱，所以过落去的恁家己转去斟酌来看。特别事工第3场礼拜，咱有4种关怀基金会董事长理事咧，要伫即个所在来报告。阁有3支
咱伫10月40周年，感谢因伫妇女合唱团本主日妇女合唱团成立40周年，感谢因第3场礼拜中的献诗，用歌声唱出因俄乐甲生命的见证。本主日欢迎台湾神学院的新生伫林正坤牧师带领，唱了真好，希望恁的功课同款突破吼。净滩活动具体关怀请咱家己看。净滩活动10月21日下晡1点，咱1点伫教会集合吼。净滩会当倒来去参加。咱大楼即届有更新污水管，所以甲管理甲卫生拢伫大楼无开放。无搁开放宠物进出了吼，猫狗，咱较少有即款现象。感恩的礼拜就是3支福利园区伫10月28，要伫即个所在来举行。我知影市政府虽然是新北市，但是台北市民政局有安会派人来关怀。好，我报告到这。咱即个时阵要请理事咧长老、董事长来遮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代表少年市长公会基金会，甲咱请安。这个基金会是20年前咱教会所设立，主要是要关怀市长朋友的工作甲生活。我即马简单讲，咱3年来所做甲人无共款，咱感觉是真需要的事工。第一项，咱是用现代科技，咱有生产1万基的光罩，互咱的视障朋友伫暗时行的时，也是咧路边咧行的时，会当搁较安全。第二，就是咱对旧年甲即马，咱有办6期2手 iPhone 的赠送，佫包括咱有甲因训练，互因伫生活中会当用 iPhone， 甲咱目镜的人共款。我发现因的生活，不管是宽度、广度，拢有咧提升哦。特别增加他们生活很多的乐趣。第3项，就是咱对今年开始，咱有特别关怀20位左右的视障的独居的老人，这个是真需要。咱嘛会当增加到40位、60位。咱下面咱来看影片。盲朋友因为视力受限，生活处处面临挑战。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于民国87年成立，致力于协助盲朋友拥有和一般人相同的生活品质，公平享有获得资讯的权利，获得有尊严的自立生活。视障独居长者的生活，比起一般独居长者更令人担心。失足跌倒或吃错药，居家环境清洁的问题，都威胁到长者的健康与安全。那居家清洁跟环境安全维护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的确实质上提供视障独居长者他们家里的环境改善，但更深层的意义是它提供一种激活，让视障独居长者觉得说，生命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然后进而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努力。家里打扫干净了，视障独老不再担心跌倒影响健康，也是怕他们会吃错药什么的，所以说如果说结束拿到药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跟盲朋友手抓过来让他们摸摸药，这个药是长什么形状，特别告诉他早晚吃的什么，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这一点。
视障独老有了临托服务员的陪伴，能安心就医、外出活动，不担心吃错药了。多元主题的讲座和活动，让视障独老以及盲朋友更健康。学会 iPhone， 盲朋友不论老少都能拓展社交圈。给鱼吃不如给钓竿，协助盲朋友经济独立。盲朋友有能力找到工作，让盲朋友融入和适应职场，是我们更重要的目标。像我带按摩师到，比如他今天第一天上班的话，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像是交通的指引，然后再来是环境的指引，然后再来是帮他们建立人脉。好，比如说像富邦这边通常都会有一位行政人员，那他们会协助后面师傅们的后续的来工作上的一些事宜。好，那所以呢，就是要先带师傅跟这些行政人员好建立好关系。双联教会西罗亚合唱团就像 role model 般，让小西罗亚视障合唱团的孩子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视障儿少的服务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能够培养才艺技能，然后呢，也能够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增进人际互动的关系，让视障的孩子在学习与同侪相处中建立自我的价值，对于未来生涯有不同的选择。感谢上帝的恩典甲带领，互视障关怀基金会进入第20年，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继续来支持，多谢。我要来补充，就是咱的周报第5页小会公告的第4点，请咱爱注意10月22到10月29，咱第2场甲第3场的礼拜要合并，拢伫10点开始。吼，请咱这2个礼拜爱注意。煞者我要邀请吴建贤长老来甲咱报告有关长期照顾的事工。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过去有已经有请福利园区执行长伫咱的礼拜中向咱来报告，然后请咱的社福基金会蔡文典总干事伫即个所在为着伊的事工来做报告。今仔日是咱视障关怀基金会伫即个所在做即个事工的报告吼。咱教会其实伫20几年前吼，会使安尼讲啦吼，一个差不多84岁的老人开始咧想讲要安怎过来创业安尼啦吼，足不可思议吼。即个教会伫84年的时阵，84岁的时阵开始咧想讲，要安怎伫即个社会来做更较侪事工，将耶稣基督的听会当来用实际的行动来传到伫所需要的人的身上。迄个时阵所第一个做，就是伫即个视障的朋友，就是咱盲朋友吼。拄则是咧长老所报告，差不多伫20年前，咱成立即个视障关怀基金会吼。然后咱阁有伫即个三芝迄个所在。咱来买土地，吼伫遐来建立一个安养中心。安养中心咱分3期，吼第1期是照顾即个安养甲即个养护，就是需要人照顾。第2期嘛是共款照顾安养的吼。第3期就是咱起一个礼拜堂，然后咱有66位的即个师资吼，这是第3期吼。咱的即个伫新庄遐，咱所成立的社会福利基金会吼，伫个所在，咱所做的就是去送便当互即独居老人咱伫遐做日托互咱即个家庭少年的，咱爱去工作将咱厝里的老人会当伫个所在伫日时吼，伫个所在互咱来伫遐甲照顾，然后少年人下班了会当甲接转去吼。种种这事工，我做一个总结啦吼，就是讲
可能咱会友、咱的兄弟姊妹，咱拢无感觉到吼，无感觉到讲咱伫遐咧做啥，咱的教会咧做的是什么代志吼？最近头伫9月份开始吼，咱可能伫街路，咱看到迄个公车，有人会看到公车，有一寡广告吼，有看到请举手。哦，有吼，多谢。这就是咱要为着10月28，咱要做一个总呈现总感恩吼，因为咱伫这过去的20个多年久吼，咱差不多较无来麻烦着咱会友，无来麻烦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咱教会伫社会所做这个社会公益的事工，伫遮来出钱吼，咱较无安尼做吼。差不多拢是用咱教会家己的事业体，像讲大楼的租金、幼稚园的这个收入，伫遐累积，咱有第一桶金，才会第三支遐买土地伫遐起吼。差不多拢无来麻烦着咱的会友啦吼。所以你的钱若无伫遐，耶稣讲你的心就无伫遐啦。所以咱的钱拢无伫遐，所以咱差不多拢无啥会关心讲到底遐是咧创啥吼。甲大家报告吼，咱第三支遐咱所照顾这老大人吼，虽然目前是432位吼，总是伫过去的18年久吼，咱敢知影有偌济老人捌伫遐出入过？我来估算差不多有3-4千位的老人吼，有的等于天堂吼，有的带袂管是搁互那个厝里接转去吼，但是这个3-4千的家庭伫遐。体会到基督的疼心，伫迄个所在吼。咱这18年久，拢总有100-200个人伫遐来洗礼。这是咱教会要办这个社会事工的上界终极的目标啦，就是将福音会当来传达出去吼，会当将福音来甲面分享。这是咱教会上大一个咱的使命吼。伫迄个所在，咱做真多咱也真尽忠伫迄个所在来服侍。咱拄则看到咱的市长的朋友，其实咱毋是伫遐甲因关心啦尔，咱其实伫10个所在，咱有设立按摩站，互市长的朋友会当伫遐用伊的家己的手工、家己的劳力伫遐来趁伊的即个收入，这是一个尊严。毋是干那伫遐等讲人来甲我救济，这是伫遐互伊会当伫遐会独立，互伊会当靠伊的手来即个生活吼。所以我想咱所做的工真有意义吼。对教会来讲，咱是将福音望会当透过咱所做的这个社会事工会当传出去吼。总是真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工拢总是需要钱啦，吼！咱目前咱这3个单位吼，这个安养中心、社福基金会甲这个视障关怀基金会，咱所有的员工差不多将近350个吼，350个，咱所照顾，我拄则有讲，干那安养中心就照顾400几个，但是进进出出的吼，甲包括讲咱的这个社福基金会底下做日托这个上便当、做居家服务，拢总社福基金会都有1000几个家庭受惠吼。咱的这个视障关怀基金会，干那按摩站，咱就有100外个按摩师伫遐所在，因就代表100外个家庭，因受惠出去，因所做出来迄个辐射性的这个效果就偌济，所以这是咱共同、咱教会、咱兄弟姊妹、咱共同咧做的事工。我毋茫讲，我今仔讲这毋是一个安尼，你听听就甲当作讲就安尼过去。这你啊，将这个当作是你的，吼，你有哪有份伫这内底？因为这是双年教会所做的工。你若愿意，你要将你的心下伫遮，你的钱就甲放伫遮，哦，你的心就会下伫遮。咱10月28是要做一个总呈现，就是社会大众，因为社会来对咱教会所做的事工，做侪的这个资源、物质的资源、金钱的资源，这个政策的资源，包括这个公部门吼，互咱真侪补助，互咱伫这政策上，互咱真方便。这拢总是社会互咱的一个支持，所以10月28，咱伫遮是要做
一个整体的感恩，要将这个感谢献给上帝嘛，对支持的这个社会、这个单位来做感谢吼。啊，真欢迎咱的兄弟姊妹20月28拜六早起10点，伫这个所在，吼，咱会当共同来参与这个感恩的这个礼拜吼。啊，因拢徛伫遮无讲话吼。今仔日拄则市里长都已经有报告啦吼，就无介绍。伊边仔即位是迄个视障关怀基金会的骆执行长，骆驼的骆，骆维道的迄个骆吼。啊，事实上伊甲骆维道嘛有亲戚关系啦吼。啊，过来就是咱迄个社福基金会蔡恩典长老、蔡恩典总干事吼。啊，接煞特别要介绍这位吼，他们较白吼。这位张哈，昨天10月7号正式从我们的安养中心退休，啊，正式退休，所以今仔日伊是新的人哦，新的身份，蔡宏文长老，蔡宏文长老哈，对咱教会出来，伊就伫咱教会拢总服务30年，昨10月17伊的生日吼，满65岁吼，啊，要甲老伊就讲唔好啦，唔好破坏咱的体制吼，啊，坚持讲一定要退休啦吼，所以咱做唔甘啊，但是吼用尽办法咯，要甲留落来咧吼，所以你看今仔个留伫遮吼，啊，咱以后咧定定看到伊啦吼，因为咱有聘伊做咱的即个业务的顾问吼，无给职的顾问，无给职的，咱无付薪水互伊的吼，啊，伊就爱去替咱迄个去咱甲咱做业务，咱才有付伊担保的车马费啊，啊，所以我想咱会友吼，咱兄弟姊妹看蔡长老久久伫咱的中间啊，咱也知影伊伫三支所做的事工足辛苦啊，足水的事工伫遐足尽忠的服侍吼，咱甲伊拍扑啊吼，伊昨退休啦吼，啊，多谢伊愿上帝纪念伊所辛苦啊束缚伫头前的道路吼，啊，以上报告，真多谢。我插播，咱小西罗亚秀红执事在负责，因的经费较欠，若会当对水开始才够大吼。小西罗亚才咱较侪关心，特别是金钱。欢迎，这是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我就首先要来欢迎林真坤牧师、陈淑芬老师、甲陈秀文老师以及台湾新行业的新生吼，咱真欢迎恁吼来到上联教会，甲阮做伙敬拜，愿上帝祝福恁吼，请坐吼。煞接我要来欢迎的是王晨光弟兄，坐伫顶悬吼。吼，咱欢迎伊吼，旁边人会当甲伊握手吼，代表乡邻来接纳吼。煞接要来欢迎的是林荣崇弟兄，伊是咱兄弟读书会会长吼，伫倒位？在哪里？啊，荣崇兄在这个地方吼，咱欢迎吼。好，请坐。咱煞接要来欢迎周亚光夫妇，坐伫倒位？有无？没有哈，好，没关系。啊，还有施洪生弟兄，施洪生弟兄伫这个所在，好，咱欢迎。好，来煞接齐崇德弟兄姐妹，齐崇德姐妹在这个地方，哈，来欢迎哈。还有就是黄明轩。全家黄明轩的全家人是不是？哦，夫妇在楼上，哦，我们欢迎你们。还有要欢迎的是洪真阳，嘛是夫妇，哦，伊是金泉长老的朋友啊，在伫这个所在，哦，咱欢迎，哦。唔知啊，还有咱第一届做咧来甲阮做礼拜，总是没有写到留名卡的无，吼。
吼，那无的时嘛无关系，等下咱请台湾神学院的新生到9楼的会议室。其他我拄则所介绍的兄弟姊妹、贵宾，请恁会当到伫咱的贵宾室有爱话会当接待咱。吼，愿上帝祝福大家。上营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毋是外国吼，万国万民，请起立。愿咱拢转到上帝厝内，领受做上帝囝儿的名分甲恩典，而且会当出去邀请所有的人拢进入上帝厝，咱来食做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馈来，甲咱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声温，强受凄恳，